Hello，大家好啊！咁我係 Vincent，又到每個禮拜嘅 Vincent 週末清談啦。唔知唔覺啦，特朗普嘅關稅戰或者叫做貿易戰2.0咧，就已經係開始咗成個月㗎啦。咁喺呢一個月裏邊咧，全世界嘅金融市場啦都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動盪。咁跟住嚟嘅貿易戰或者關稅戰究竟點行呢？我哋今日就結合翻咧就係2018年特朗普嘅貿易戰1.0去預測一下，同埋咧亦都去提一提大家有一啲好重要嘅時間節點要去留意，同埋仲有一啲注意嘅事項嘅。首先，我哋回顧一下2018年嘅貿易戰先。喺2018年嘅2月1號，標誌住咧就中美嘅貿易戰正式打響嘅。當日特朗普就宣布對美國進口嘅鋼鐵產品同埋鋁製品徵收25%嘅關稅，亦都由個日開始，無論港股又好或者 A 股又好，都出現咗個比較明顯嘅一個轉勢。其實喺貿易戰打響前不久啦，即係2018年嘅1月，港股先係啱啱好創咗歷史新高嘅啫。咁當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，港股就係喺一個非常之短嘅時間，就係狂瀉咗4000點先初步企穩嘅。貿易戰初期咧，其實雙方咧都互有交鋒嘅，咁亦都互相去一個試探咯。但係經過幾個月嘅相互嘅一個博弈之後，雙方嘅貿易關係咧係慢慢走向惡化。其中一個重要嘅時間點就係7月6號，2018年。時間去到2018年嘅7月6號，雙方咧都對對方咧實施咗一個懲罰性嘅進口關稅。港股同 A 股咧，由此咧亦都係10級以下嘅。到當年嘅10月 ，A 股由年初嘅3700點左右跌到落去2600點左右，港股由33480點咧就跌到落去24500點左右。咁事件嘅轉機咧就出現喺2018年嘅10月30號嘅當日夜晚，中美兩個國家嘅元首通咗電話，亦都係承諾就係話會喺嚟緊嘅 G20會雙方見面，同埋亦都雙方咧亦都有意願就係中美之間嘅貿易再重新開始談判。因此市場解讀咧中美嘅緊張嘅貿易關係可以得到緩和。咁港股咧係因此咧係一日裏邊大升咗1000點嘅。咁去到2018年12月1號啦，中美兩國嘅元首咧咁喺 G20入邊咧就達成一定程度上嘅妥協，美國暫停對中國加徵一啲新嘅關稅，而中國亦都承諾會加大購買美國嘅農產品啦、化工產品啦同埋半導體產品。雙方都作出一定程度上嘅讓步，而換取就係2019年開始，中美重新開始新嘅貿易談判。由2019年1月份開始，中美兩國咧就重啟咧就停頓咗半年嘅中美貿易談判。港股同 A 股咧因此咧亦都出現咗一個急升嘅，港股咧由24800點左右反彈翻上去29000點，而 A 股咧亦都由2440點左右反彈翻上去咧就係3200點嘅。咁呢一個咧可以話係中美貿易戰嘅一個短暫嘅停戰期。不過咧好日子就真係比較短嘅，去到5月啦，特朗普咧就喺社交媒體度宣布咧就係中美之間嘅談判咧係破裂嘅，咁亦都係會重啟對中國嘅一個關稅。由此港股同 A 股又再一次嘅急跌。不過今次咧就中美雙方咧就冇徹底咧就停咗個貿易談判嘅，中間斷斷續續都喺度傾。咁時間去到2019年嘅10月啦，雙方經歷過漫長同艱苦嘅談判咧，亦都宣布咧就係第一階段嘅中美貿易協議係達成咗，關稅戰或者貿易戰嘅1.0，亦都正式去到一個叫做係結束，或者可以話進入一個長嘅休戰期。咁港股同 A 股咧亦都開始咗一個反彈，直至到咧去到2020年嘅1月嘅。其實咧回顧翻成個貿易戰1.0嘅過程咧，有幾個點啊，值得我哋去參考同埋去留意嘅。第一個就係時間，我哋可以喺第一階段嘅中美貿易戰入邊咧，我哋可以睇到美國出台打壓中國嘅時間咧，唔知係唔係巧合定係有意為之啦。通常都係一啲重要嘅中國假日嚟嘅，即係話好似開頭嘅農曆年啦、五一黃金週啦、國慶節啊，即係話呢啲咁嘅時間都係中國準備放長假嘅日子。咁或者可能係巧合啦，但係亦都有咁嘅可能，就係美國揀啲日子就係中國嚟緊要放假，變咗咧就係要應對呢種嘅突發事情嘅時候咧，會有一定嘅困難。咁第二個依然係時間，不過係美國讓步嘅時間。咁第一階段嘅貿易戰啦，或者貿易戰1.0咧，其實我哋可以睇到美國有2次嘅主要讓步。第一個就係重啟中美貿易戰談判咧，係喺10月底。咁就好接近咧美國嘅中期選舉。第二個就係中美達成第一階段嘅貿易協議咧，係喺2019年嘅10月。其實距離美國嘅總統選舉就大概只係剩翻1年時間。所以我哋可以睇到
中美貿易戰都要服從於美國嘅國內嘅政治形勢嘅。咁呢一個咧嚟緊都好值得我哋去參考翻嘅。第三個就係特朗普真係好唔靠譜。我哋喺貿易戰1.0嘅時候咧，就好容易睇到特朗普好多時候咧啲承諾咧，最終都反口嘅。咁第二個就係特朗普當佢一個政策推行落去嘅時候，遇到困難或者係已經係接近失敗嘅時候，佢會係揾一個更加爆炸性嘅新聞或者政策去冚咗呢單嘢，等到大家咧係唔會去關注佢之前嘅一個政策係失敗咗嘅。就話好似今次咁，大家記唔記得3月份據調解俄烏戰爭係失敗？但係自從4月2號開始，大家都已經唔會再關注俄烏啦，因為大家都只係關注關稅、關注個金融市場。咁呢一個咪就係佢轉移焦點好成功嘅地方。第四個就係特朗普佢喺社交媒體裏邊公佈嘅消息，都係幾可信嘅。第一階段嘅時候，特朗普好多政策都提前喺咧 Twitter 入邊咧就宣佈咗先嘅，但係最終都係得到一個執行嘅。或者好似今次咁，佢喺佢嘅特朗普真實媒體入邊發布嘅消息，事實上後尾美國政府都係根據呢一啲而去執行嘅。所以講大家有時候去睇翻一啲放風出嚟嘅利好或者利淡嘅消息，都應該值得大家去認真對待。今次嘅貿易戰2.0同1.0有一個位好唔同，就係中國嘅應對。其實回顧翻2018年貿易戰1.0，可以睇到當時候嘅中國嘅應對稍為略為遲鈍嘅。但係今次非常之唔同。4月2號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，4月3號中國當時候係放緊清明節嘅長假，但係都喺4月3號夜晚6點鐘美國開始前宣布咗反制嘅政策。其實對於一個咁重要嘅決策，呢啲擺到明就唔係特朗普宣布咗之後嘅一個緊急方案，而係之前應該係已經係有準備同埋有預案，只不過當特朗普宣布咗對等關稅時，中國只不過按照可能 ABC 嘅政策去執行嘅啫。咁所以今次同18年有一樣好唔同，就係中國嘅應對同埋個準備功夫比當年好咗好多。中美貿易戰我相信咧嚟緊咧冇咁快打完，分分鐘係唔單止係特朗普任期，可能係下一個總統都會繼續嘅。咁呢樣嘢咧亦都會係困擾個大市，但係樂觀啲咁去諗，亦都係一件好事，因為個市夠波動，提供嘅機會會更加多。我哋亦都會係持續去關注嘅。咁如果大家對相關嘅題材有興趣嘅話，咁可以點讚分享同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 啊！多謝。如果你都中意 Vincent 嘅片嘅話，就記得訂閱、讚好同留言啦。仲有記得分享出去俾朋友。下次見。